後來鄉親們要歇困過後，轉到夫妻來嚟節目嘅現場咯，今日來同大家來講到嘅嗬，即係講兩骨較為有嘅一個問題啊，又講鎖骨神經切啦嗬，又講頭先講到嘅三輪骨，又係講壓迫到嘅按到嘅講神經嘅按到嘅問題嗬，講到了邊個上頭先呢頭前呢就講到嘅係氧泉治療啦，韓國佢係氧泉來引起嘅，呢下呢我來同大家來提到嘅係氧泉來做一個預防咧嗬，係像一下都愛請朋友來聊鄉親朋友好好來一趟來講下嗬，因預防哦一定重要咧嗬，預防都要對日生活當中來做稀釋咧嗬，也一開始嗬最先咧我來講到嘅就係應該可能行路啦，也係坐嘅部分咧哦。係，就講愛正確嘅姿勢啦嗬，譬如講我拿東西嗬，冇探身啦，冇探身，一定要俯下來。哦，咱男生嚟啊，我拿重嘅東西係重要，而且我夾上去以後，咁做得起，我俯下來，哦，做唔得出就係探身去拿，哦，特別太半夜啲，做最容易有骨折動啊，哦，最容易引起壓到神經，所以引起嘅坐骨神經痛，哦，嗰個冇坐長腳，冇得一個姿勢踢腳啦，嗬，當然企踢腳，一企踢腳嗰陣較唔會樣。企踢腳下唔會，坐踢腳下唔會，因為太半人企唔可以企當腳嘛，企嘅就會吹咩，會甜咩，哦，但是你坐得8小時，坐12小時，哦，甚至24小時，你就唔會吃到甜，太半人唔會啦。但是哎呀，實際上嘅壓力嗬，腰骨嘅壓力就會大，哦，就會引起坐骨神經痛啦、腰骨痛啦，哦，也都有問題。好，也嘛有啲研究嗬，就講你坐得1點鐘，相當於適量語言啦。我估說坐，按照唔得坐超過1點鐘嘅時間，我起來，循環下你嘅筋骨啦，也都。差唔多45分鐘就好放起來。45分鐘就好起來，我做咩要歇困下？對，也做得嗰個養成規律運動嘅習慣，嗬，做台灣係講過嘅，最好1個禮拜有5次以上，哦，當然有30分鐘，哦，1項以上嘅長途嘅運動，哦，如果各位做多食，做青菜，水果也一類嘅問題，各位還有乜嘅唔爽快，我看醫生啦，我看醫生。下擺當然要去下看老嘅人都，甚至後生唔係要啊，有可能是癌症也到啦，應該嘛要注意啦。當然就當然唔係講青島啦，但是下擺嘛會有可能啦，好，也就會講到啊，你一個正確嘅一個姿勢當重要，一定重要啦，唔過有啲人一坐啊，佢比如講搞天通搞嘛嘅，可能一坐都幾下年嘅時間，然後幾下年嘅時間也是隻最容易會出問題嘅事，應該就係頸筋骨咧。頸筋骨，當然整個心臟也都要會啦，腦也都要會，最重要嘅就頸筋啦，頸筋因為你滾嘢坐定係咩？頸筋頭拿頭拿咪一個重量咩？尤其有人向前面，向前面老師啲腰骨嘅承受嘅重量就會越大，嗰腰骨咪重要，腰骨咪重要會受到壓力。係，故作也係應該都長期按用坐嘅時節啦，雖然講嚇唔會甜，唔過咧也係做唔得。另外嘅坐嘅姿勢要正確冇正確，哎呀，真係當重要咧因為人也係一種圖啊，就係正確應用嘅來坐，也下場也醫生都留大家講下。重要咪重要嗬，重要將遇到 cushion 啦遇到我有講嘅 cushion 嘅東西都係上頂腰骨就係較唔會，就較唔會邊嘅素材，所以都有腰骨嘅素材，要個枕頭邊咧就較唔會啦，嗰日嘅也切頭咪重要嗬，切頭要話一個腳唔會嘅你踢靠，再要當然啦，因為個頂強過，佢坐呢啲時隻腳都用嗨啊，電到一次到1號到1星期，結果也係做唔得咧。做唔得，所以也就同樣嘅意思啦，腳踭冇，因為你踢過落去就一笪地度，
就會較好。切頭略嘅像90度啦，冇都略嘅，一切頭略嘅話過，就會變樣嘅。比嘅頂咧又較高一啲啲。古熟腳切頭做得略略嘅比頂高一啲咧，嚇。好，韓國腰骨也會我記得有東西一樣貼嫩起啊，它拄好都錯嘅嚇。好，也再講到一個正確嘅我應用嘅來炒下，好做一部分嘅老鄉親朋友來講到嘅嚇，一個炒凍蔥油啦嚇，因為上班下一炒就炒凍油咩嚇，一個炒了可以講知識唔正確就當麻煩嚇，一起咩凍蔥油嚟嚇，一係起啊嚇，應用嘅張算正確嘅知識，入面有正確啦，唔正確嘅，好，一樣都唔正確，像係背咕咕嘅啊，就嚇，個做誒做果汁，做到嘢嘛唔好，嚇。做果汁係有啲人講嘅，用起嘅時間啊，做得起到黑定啲位，用知識就會係正確啲位啊。黑定啲位嚇，落起嘅也啲位就會也好，就會開。腳切頭嘅，腳長嘅蔬菜會擺到下腿嘛，下腿也就會較輕，較輕了啲腰骨就開始會容易挫傷。哦，佢嘅腰骨嘅負擔就會變到下大啲嘅。嗰個你講做起踢，我嘅工作上嗬，比如講做先生啦，嗬，做店面也對啦，嗬，我起檔久嘅人嗬，做得貼一隻愛燈嘅啦，嗬。跳一隻愛燈咧，一隻腳嗬，騎過來，當個愛燈咧嗬，了個切頭了個彎嗬，就會吸唔會。迄個係冇愛燈嘅時間用嘅時候，做得冇愛燈咧，做係一下一邊嘅腳，了個彎嘛做得，了個彎嗬，我都看那 video 嘛嘅，每天愛燈咧唱嘅嘅嗬。要較高一啲嘅地方嗬，就上嚟了個條環，下邊冇咗下邊腳腳趾頭了個環一下，就會對腰骨較唔會壓迫較大啦，唔會太大。好，古所用嘅炒韓國用嘅起哦，也都全部都一定重要，也係啱嚟問人我哋就問題嘅，種一建議嚟嗬，當到學生嘅嗬，其實都炒到嘅父母奶天嚟行嗬，你都會看到，當然都會有冇強用嘅知識啦，一樣嘅，其實像一樣炒，一樣嘅炒下都好。我變成餅。對啊，當然變成餅是最好啦，哈，當然有頭擺有隻東西嗬，做得誒是炒嘅有種誒做得。比如講切頭嗬，誒個東西嗬，當然而家較少看到，較切唔到，較切唔到誒嗬，當然最後變定就較唔會按實力啦，當然冇炒湯久啦嗬，我變一下嘅姿勢啦，變一下姿勢，變下，韓國呢一個都係對老輩來講啊，應該做一啲企起來啦，嗬，了了嘅運動下、田同下，對，冇超過45分鐘啊。係，好來，都仲講到也部分，撒下來也比較就係意思我留大家講到，而且佢本身平時嘅一個做福建嘅方式係有冇？福建最重要就是運動啦，嗬。其實福建你到語言區做幾段時間聽你咪嗬。實際上最重要還是自家屋企我做運動，哦，有個同牙嘅經驗啦，嗬，經驗睇佢話講過睇會見肉嘅問題嘛，哦，所以見肉嗌都要訓練，嗬，係嘅運動啦，嗬。一個像體質運動就講嗬，速度是，哦，因為有個痛嗬，大部分人做嘛會有個痛，就有個嘅咩？肚絲嘅肌肉磨裂啊！哦，嗰個肚絲嘅肌肉入邊嘅一個裂，最重練起來係最重要。你想係有腳裂就錯咧，想係當到有個痛係，佢係有個痛要經驗嘛嗬。做嘛愛那個縮肚絲，其實做縮肚絲嘅意思就增加嘅肌肉嘅腹部肚絲嘅肌肉嘅力量啦。哦，所以縮定就較唔會痛嘅，係有經驗嘅嗬。其實就因為你講縮肚絲嗬，縮上嚟做係嗬，佢係縮10秒鐘，10秒鐘10多，嗬，做10秒鐘做乜休息，結構都冇關係，要做個縮10秒鐘，因為每天有10秒鐘啦，嗬，太弱嘅10秒鐘啦，我6秒鐘以上啦，我輕鬆嘅縮。
轻轻松的速度是，同样就10秒钟，10度，七头慢慢，七头慢慢，不用轻松，用到鼠标的旁边。一只动作，10秒钟10度，天一只。天一只动作就一只七头，你用到鼠南地一只七头，同样的速度是。都是速，同样速脚都是，脚都是照样做的调戏，做不用轻松的速度是，速度是10秒钟，10度，一只。另外一只脚，同样正10度，正片10度，左片10度，再过来就两只脚哈，两只脚向下做，然后都是速度是，向速度是，速度是平常像人坐地，像一样人坐地，嘛做的速度是，有限坐地的时间，同样都是咩，按样做的脚边，脚都是，脚10秒钟，然后休息。我做脚10秒钟，休息，对身体就较好。好，也做在睇，也卡住係，也扑頂咧，同樣做，扑頂咧就是第一隻動作就兩隻，邊個也做得，邊個也做，也做得啦，係邊個也然後個身體係放起來，身體放起來，也個肚子還是。都是就幫個面床啦，也是用做嘅啦，當然係叫個面床，係做嘅上半身放起來，10秒鐘，同樣10秒鐘，然後休息，然後要做，咪同樣啦，再來就用手做啦，手做嘅掌哦，手掌嘅手菜，那手掌啊，我發現，手掌嘅扣得，然後上半身。放起來，就10秒鐘，10度，10秒鐘，然後就拍撲頂，要做休息，然後要做10秒鐘，再來呢就用提7隻嘅，就用嘅也唔係數掌嘅，然後呢嘛，你講數把掌，數把掌數掌啦，數掌咧撐頂，長的，像下半身嘛，同樣貼嘅作嘅，冇做面床做10秒鐘10度，千多年做以後，千多用熟食嘅10個月，當然係要做啊，10個月唔會有不同。一樣嘅希望啊，也個老太家講到按到按好嘅一隻動作，講到現代人要當到嘅枕頭，所以講背囊上樣似也有嗰啲問題，醫生來提供到按好嘅方式，做得到生活當中，按就好好嚟做咯，見每當什麼彭醫師來到現場按姿勢，好啦，就先到呢邊咯，我嚟聊下佢樣提請大家一聽到用米先生向下來做運動咯，見每就到呀，按姿勢。